第10届台日交流高峰会7月2到32天，将伫台南市盛大举行。19号上午，伫台南市议会召开联合记者会，包括市长黄伟哲、议长曲丽丽、副议长林志典，以及侪位的议员、市府官员甲贵宾共同参加。议长曲丽丽表示，为了筹办这届高峰会，市议会全体总动员，并且进行数十间的会议。详细规划活动流程甲细节，因此日本报名的情况非常的踊跃，创下台日交流高峰会参加人数的纪录。交流高峰会将是在7月29号举办，这也是台湾从2015签订第1届以来第2次在台湾的举办。2018年曾经在高雄举办。那每一届的高峰会都会在主办城市发表共同宣言，以共同宣言的方式，将两国地方议会的角度向中央政策来倡议，以共同维护东亚安定，并让台湾能在国际舞台上发声。那台南宣言也将在7月29号正式的宣布。那台南市议会这次非常荣幸能够承办这次的盛会，也真的非常谢谢台南市政府的支持。不仅是台南市议会当主人邀请台日议员高峰会来自日本，还有台湾各县市议会的先进前来台南，而且这是全台南都在办喜事，所以市府绝对是一定要全力来配合，因为谁都没有办法接受说，万一如果真的办的这个不够尽善尽美，所以呢，我想这样子的一个古都好客，尤其今年是台南400年。台南400年举办第10届的台日议员高峰会，那邀请了许许多多，包括我们福尔摩沙，包括我们台盐企业在地的企业一起来支持、来协助用国宴的等级招待国宾的等级来邀请欢迎我们的客人。议长表示，第10届台日交流高峰会是对2018年第4届伫高雄举办以后，第2次来台湾举办。这届参加高峰会日本友人大约7成，拢是第1届来台南，因此台南市议会甲台南市政府拢尽全力来准备，不管是伴手礼，或者是台南在地特产巡礼顶单位，主办单位还佫安排3条的路线，提供文化生态、古都巡礼加企业参访，提供日本宾客来参加。台南新闻引根采访报道。